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闪到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对今仔开始第9类、第10类的民众会当来注预防针。另外有专家讲到，注 AZ 了后，搁注莫德纳效果会更较好。东京奥运特别开幕了，这回使用人面辨识系统，每一个人员都有无通造假证件，快速通关，避免接触。家人中元节今年是照常举办，不过部分活动民众会当改做伫线顶收看。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29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4个人死亡。那讲到7月79、16入境的病例，有7例检出来是Delta变种病毒，甚至这寡个案当中，有的人已经注过莫德纳疫苗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历来，指挥中心宣布，16新增加29例本土的确诊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14例上多，佮再来是新北市11例、桃园市2例、宜兰县佮彰化县各1例，另外有4例死亡。我们今天就确定的病例29例，那居隔阳性只有7例，有22例，那事实上在社区里面，当然有一些是家庭的群聚，那1天之后这个。未确定的就没有那个来源的个案数会减低，但是还是有，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在3级警戒里面，个人的防护要做好。指挥中心也公布7月7到16 ，CT 单在27个境外移入确定病例病毒定数结果，有7例是 Delta 的变异株，其中暗号155是对英国转来20多岁男性，6月20注射过头一剂莫德纳疫苗，医院去挖到。另外，案例15283是对美国转来30多岁女性，是注过2剂莫德纳疫苗，也佫有捷克1例，印尼甲缅甸各2例，总共有7例个案。这个 CT 值大概是10到20例拢有，属有拄则发病的状况。他是第2剂是在他上飞机前打的所以严格说来，他其实并没有达到第2剂后满14天这样的一个完整保护力我想大家染疫的时间应该也是在他打第2剂疫苗之前然后等到潜伏期过完，再到国内被我们在入境的时候验到。除了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中心也做40例本土个案的基因定数，包含台北市信义区的社区厝内底的烧话，桃园新北有关花都互相烧话，台积电互相烧话，台中中华少年族群烧话，台北车站地下街、三重埔通城定数的结果，拢也是英国变异株相关的个案。那定序结果通通都还是我们的这个英国变异株那总计我们现在目前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有累积470案的这个英国变异株。另外，疾管署对去年1月起对 COVID-19 疫情开始进行有水厂病毒检测，即阵敢若在今年6月7日检测采检2次验出 COVID-19 阳性，最近城市有水厂有水检测 SARS-CoV-2 病毒检测结果拢是阴性。另外，最近1个月缅甸的新冠疫情拖真紧，最近1礼拜1天增加确诊数由50例以下上升到超过4000例，而且检验阳性达到30%。所以指挥中心宣布，加缅甸列入重点的高风险国家。对10月0时开始，入境的人即要过去14天内底有缅甸旅游史含转机的人，一律要住伫集中检疫所。记者综合报道。有医生鼓励民众讲，若准有疫苗通好注，就赶紧去注。对今仔开始第9类到第10类的民众会当来注预防针，也有来自的民众也讲，即马对 AZ 疫苗安全性已经袂遐烦恼啊。医护人员确认身份、写资料，16开始第9类、第10类的民众会使注预防针。注射站的人比昨是加真济，即摆注的是 AZ 疫苗。AZ 疫苗冇有安全性的疑虑，不过来自疫苗的民众讲，即马已经无咧烦恼啊。我们真的专程跑到医院问专业医师，医生也建议我有疫苗就赶快打。如果在打完之后，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话，48小时之内的话，只要知道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都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不过最近台湾各地拢传出有人2摆疫苗注无共排注的消息。指挥中心捌讲，会要求注射站爱加强检查民众的健保资料，嘛会研究是毋是爱开发。16指挥中心表示，专家小组嘛正咧研究 AZ 加莫德纳疫苗混合注的可能性。AZ 加上 BNT A 加 B 这样的一个混打模式，比 A 加 A 确实是它的免疫反应来得更好、更理想。可是 A 加 B 是不是就一定可以衍生变成 A 加 M？ 国外确实就是有一个小规模的研究 A 加 M， 那看到 A 加 M 反应当然免疫反应确实当然是比 A 加 A 来的好像是更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国外资料，我个人当然认为或许
疫苗咨询小组也值得再为这个结果，那是不是需要再召开一次会议？张尚顺表示，国内嘛有团队伫咧研究混合组疫苗，但是搁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才会当有结果。过程中有相关的资料，专家小组嘛会来参考。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目前武汉肺炎疫苗，咱国内是还未开放2档主无同款的品牌的。伫咧家己所有30几个人已经注过 AZ 疫苗啊，落尾佫去共登记要注无得啦。好佳在医护人员有发现，即阵也甲因通知，嘛甲因的挂号退掉啊。全台湾即站当咧拼新冠疫苗的注射率，嘛传出 AZ 甲莫德纳2种疫苗今后做的效果会较好的讲法。不过政府也未开放2档医疗社注无共品牌。即站家己只说传出有人注过 AZ， 搁要来登记注莫德纳，2间办理注疫苗的病院透过资料比对，甲总共30多位民众动落来。民众先预约来挂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前一天晚上把所有的资料跟CDC 的资料库比对，我们大概发现有大概20几位，那第一次的设站，我们发现了3位民众，他打了 AZ， 然后又想要到北新站来打莫德纳。那第二批呢，我们发现了6位民众，他也一样打过 AZ， 然后又想要重复施打莫德纳的一个状况。病院透过民众意愿，提早甲中央的资料做比对，一方面会当减少现场人员的工作，嘛会当避免想要混合做疫苗的情况。病院表示，这个人有的是袂记哩，嘛有的是事实预约的。院方拢甲解说，目前无开放混合做疫苗，替因的挂号。民众闯关成功混打疫苗，那发生疫苗不良事件，有严重的，例如甚至死亡，这个会影响他疫苗不良事件的赔偿，会影响他的权益。家己市卫生局表示，家己市是采用预约的方式来注射，所以注射的时间甲疫苗拢有完整的记录。目前中央既然无开放注无共疫苗，呼吁民众都爱来配合。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讲到违规注疫苗的部分，就一位防疫假停车的司机，先去甲人注 AZ 疫苗了后，落尾佫去共偷注莫德纳疫苗，落尾甲人点风声讲，伊就是拍破规定的头一人，有影是歹鬼带头。指挥官但是张政委讲，这就是故意违规，佫再想要点风看，实在是想无即款人是伫咧想啥。也强调讲，处罚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松山机场12发文，互伫咧机场排班的客停车自律委员会讲，为8月初1开始，若无注第1档疫苗防疫车队的司机，都袂当再为松山机场入境的旅客。不过，一个防疫车队的运将5月份注 AZ 疫苗了后，7月份佫互任命册注莫德纳，了后伊佫伫咧群组顶讲，伊是拍破规定的头一个人。可能有故意或者是有点在避开这样子的话题，因为那天的状况比较明显是，他打完以后，他才把他另外一张黄卡拿出来，就好像就是说有一个人就闯红灯，然后过来就照一张相，说哦好得意哦，我闯红灯成功了，政府都没有办法抓，那基本上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嘛。但是中表示，健保卡拢会当看到注疫苗的记录，可能进前无遐尔济人2档注无共牌注，所以做外包服务的时阵，都会认为即时的资讯无遐尔重要，才无专工确认注射的情形。另外，伊嘛讲，健保卡毋是为了注疫苗来设置的，疫苗的资料主要嘛是由疾管署伫管理，是2个无共款的系统，所以也是希望按照定数插健保卡连线来确认。当时是列在机场第3类的防疫人员，他们做这个外展式的服务，不管是第一县市政府在规划的接种站，或是我们在外展式的接种站，我们都会请他们一定要务必落实，要做好网络的连线。针对2档注无共牌注，敢会当增加保护力？台大学者是提出西班牙的研究，显示若先注 AZ 再注 BNT， 比干那注1档 AZ， 中和抗体保护力会较悬。这一篇文章其实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它发表在 Nature 比较有公信力的杂志上面。那这些东西大家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它的样本数很少。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以抗体中和囊的这些样本数，其实已经蛮够的。不过学者嘛强调讲，西班牙的研究结果敢有适合无同款的族群，也佫需要国内的资料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如果再发生疫苗的不良案件，伫高雄有一个60多岁查甫人，早上早起注莫德纳疫苗了后，暗头煞开始无爽快，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伫新北市也有一位民众13早起注莫德纳疫苗，暗头就死亡的案例。另外，伫桃园甲新竹拢有民众疫苗注射，煞出现身体无爽快情形。
提出先生做莫德纳疫苗黄卡，加上无度理解，本来健康人奈雄雄倒来了后死亡，怀疑是疫苗造成的。打针的关系，如果没有打针的关系，他不会马上就走了。我跟他讲不想打，可是不知道哪个要求是要打，他还去打。全力去协助他去厘清相关的死因，还有进行相关的要害救济的一些协助。那甚至到目前为止，家属是还没有同意要去这个结果相验。市政府是讲，这个60多岁死者经过调查有心脏类的慢性病，为了查清楚死亡原因，也是都要解剖。不过家属意愿无悬，会全力来沟通，也协助后续的相关事项。内地新北原有一个69岁查甫人13注完莫德纳疫苗了后，人7点钟雄死亡。那我们也会协助像这个家属将这些的这个资料呢提到中央的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的委员会来审议。昨天新增的部分是1女2男是这个 AZ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另外同期间有新增4例是2女2男是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另新竹有民众做完莫德纳疫苗了后，13去拍高尔夫球，伫球场心肌塔，目前伫加护病房急救当中。患者是被搀扶坐在椅子上，然后已经呈现昏迷。医师评估，患者心肌塔甲做完疫苗应该无直接的牵连，研判对方有血管脱气的问题。不过各地拢陆续出现做完疫苗了后无拄好的镜头，连桃园原来伫早起传出死的民众做完疫苗了后心尖，好在在送医了后拢恢复正常。这个状况原来由各地方政府整理了后汇报给中央。记者综合报道。那有美国、日本、立陶宛送疫苗予咱台湾，即马欧洲国家斯洛伐克也宣布要透过后面机制送予台湾1万吨的疫苗，是因为进前疫情伫咧滚价的时阵，咱台湾有送70万滴喙安予斯洛伐克。斯洛伐克驻台湾办事处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无甲朋友放袂记，送1万吨疫苗表示支持。欧盟15宣布，透过欧洲民事保护机制来协助各国做疫苗。欧盟上济负担75%运输的费用。透过这个机制管出去的疫苗，目前已经超过300万吨，名单内底包括由斯洛伐克提供予台湾1万吨，这嘛是伫立陶宛了后第2个欧盟国家管疫苗予台湾。外交部我们对于斯洛伐克的真诚友谊跟善意，表达我方的由衷感谢。目前他们还在进行最后相关的法律的程序，因此包括疫苗的种类，还有运送的时程等这相关的细节确认当中。台湾进前拢总捐予斯洛伐克70万滴喙安。斯洛伐克经济文化办事处伫人民册表示，斯洛伐克并无忘记你家己的朋友，感谢台湾捐喙安予因。即马斯洛伐克嘛要捐1万吨的疫苗予台湾来表达支持。斯洛伐克嘛真挺台湾，去年就甲台湾列入去绿色国家的名单，而且5月份国会会头一届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O。 Wishes of best luck go directly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even more specifically to Kaohsiung City, which is our partner city. And I also hope that the WHO will be able to help and maybe will help Taiwan become a member of WHO. 欧洲友善台湾的声音是渐渐唱悬。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15通过呼吁欧盟制定中国新战略报告草案，除了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嘛支持欧盟甲台湾启动讨论双边投资协定。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同款嘛通过对抗中国的麻药法案，法案呼吁美台扩大经贸关系，就驻美代表处正名展开协商，而且强调联合国承认的中国并无包括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关心民众注疫苗状况，总统蔡英文今日会去到新竹市视察注疫苗情形。目前新竹市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17%了，是咱全台湾各县市走了上界紧的。蔡英文也针对着新竹市的防疫表现表示肯定。民众早正惊，透早就去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报道，伫因预约的时间准备要来做 AZ 疫苗。敢会订迄个什疫苗？没咧。对，安怎讲？我感觉有人做落啊。我是2样都勾，可是我觉得 A 力也是 OK。现场有大荧幕，民众伫做疫苗的时阵，还可以当拿听歌，互因较袂紧张。新冠肺炎公费疫苗医药平台，10月开放第9类甲第10类的人做 AZ 疫苗，第2批差不多有94万人预约。有预约成功的民众讲，预约平台一个开放，因就随去做登记，而且无经排注，都是希望讲会当赶紧做到疫苗。
症状应该也算少数，所以自己不会就一直烦恼那个事情，就觉得有疫苗就先打比较好。这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嘛，所以当然会有点担心，不过就是会问很多相关的朋友、厂商等等之类的。另外，即卖疫苗小连续送到位，各县市拢伫拼注疫苗，也若注疫苗的比率相关的是新竹市，注射的比率已经超过17%，按算月底就会当超过25%。针对这点，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去现场视察注射的情形，而且嘛肯定新竹市的表现。短时间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新竹模式啊，那今天实地考察确实要给我们新竹市的团队一个大大的掌声哈。说你是全国第1名也不为过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第1名出现。总统蔡英文表示，咱台湾已经进入全民大规模注疫苗的阶段，呼吁民众都要赶紧来做登记，因为目前第一要紧的任务就是要提升注疫苗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接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北市今仔有增加14个本土病例，伫咧台北车头的地下街确诊个案是搁再增加。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出现类似群聚的状况。另外，又增加一个公车司机来染病，确诊进前又上班3天，相关的接触者甲旅客也拢有进行采检。昨日台北市新增加本土个案14例，同时台北市政府公布3个确诊个案卡热。按15432捌伫测试透早去马场顶进入公园。按15443是台北车站地下街客区超商的员工。按15458是一个218路线公车驾驶。12至14连续3天拢有上班。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公车驾驶的案例真特别，一个月5个人确诊，规家伙拢互扣日隔离，按过这个驾驶伫15 PCR 才阳性。这密切接触者又很典型的例子，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口罩拿下来然后大家围着桌子吃，因为这是最危险的。所以有跟他一起吃饭的人这些同事通通现在都要去居家隔离的。回想这个确诊者感染的过程，为6月初3，妈妈破病带来爸爸、家后甲小妹，也有囡仔陆续确诊。伊伫6月14出现症头，不过 PCR 是阴性，隔离前、复工前的采检也拢阴性，已经注疫苗，一直到7月14入院照顾伊的爸爸 PCR 采检才出现阳性。5个家属也甲这场密切接触的5个人拢被扣列，因为是公车驾驶，所以也扩大采检接触的80多人。15暗时公车完了紧急消毒。我们就是全站的所有的人员，含修车的、清洁的人员，还有洗车的人员，全部都在今天要完成到关渡医院去做筛检。台北市政府头天，也有台北车站地下街客区伫7月11日，一个电子用品店员先确诊，加工饮料店的店员确诊，市政府赶紧做册体检。14超商的店员 PCR 采检阳性，地下街15开始全面封闭，一直到18。16个一个素食店店员 PCR 阳性，市政府已经封闭客区的出入口，商场要3天袂使营业。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邻近的区块，然后应该是类似群聚的状况，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说它应该还是在这个场域可能有互相的感染源，甚至是交叉感染。目前为止，地下街总共这个 K 区是5个，然后 Z 区是1个，然后 Y 区完全没有。内湖这间家乐福15接到通知，捌有确诊者入来1时啊，所以16停业消毒。本来预定17营业，后来政策改变，延长停业到18。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伫今仔日有增加11个人染病，而且这寡病例也通报外县市做伙来做疫情调查。市长侯友宜表示，有2位确诊者是伫咧台北车头地下街食头路的。那讲到这个注疫苗部分，有去登记的第9类、第10类民众，伫新北市的部分，今仔会当开始做啊。不过新北市这5天，敢若登记19万人。新北市过一天确诊的人数，国家关到双位数。16新增加11个人确诊，分别伫沙丁堡、新庄、甲邦桥等等的所在，也若下县市通报的，有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甲云林县，目前拢总有3个人感染原因不明。也若台北车头地下街染病风波，即马退烧到新北来。市长侯友宜讲，即个2个确诊者都是地下街的员工。因为有的是在感染的厘清的当中，因为陪病到底原因从何而来？不过CT 值都很高，其他的几个个案来源都是从朋友那边来的，也非常的清楚。所以新北市对整个感染源
大部分都能够做好掌控。针对新北家禽合作社第4届 PCR 体检，有找到2个医工确诊，和5大拍卖市场的人员注射的情形受到大家关心。农业局表示，已经有人名册，嘛超过6000人注射，注射的比率是88%。居隔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员呢，都一定要做好晚做的呢 PCR 的检测阴性证明之后呢，才能够再度回到职场。疫苗医药系统登记的新北市16开始做，按算连续5天，甲19万人注射，平均一天甲38000人注射。再甲每一天会当甲58000人注射上大的量来比是有较低。副市长刘浩然讲，这个情形甲民众会当家己选择注射的地点，甲下县市登记有关系。70岁以上施打 AZ 疫苗，施打的人数是86371，这里面的话，我们是40%。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8类，65岁到74岁，也就是有69%。新北市公布75岁以上注 AZ 疫苗的差不多是40%，也那65岁至74岁注莫德纳疫苗的有69%，两种是差真济。刘浩然认为讲，中央应该甲民众讲，注疫苗是上界重要的，嘛要讲好清楚，这两种疫苗是差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花莲市持续发生地震，16透早7点的时阵，花莲市发生规模4.7的地震，伫咧2点钟内就发生16届地震啊。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这寡地震拢毋是新的地震，对14早起开始到今仔日，地震尾有3尊，拢总有60届的地震尾，也讲这寡地震尾规模会愈来愈小。画面海面线，这是这类数伫花莲大桥的监控画面。16透早7点外，花莲地区就地震真济，因为连续真济天地震，就连花莲当地人拢认为无敢来正常。有一点点害怕，不太正常。以前就是一个大震，然后几个小震这样子就完了啊，哪有震1-2，连续震3天的。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指出，花莲今日早起7点开始发生瑞士规模4.7地震，地震深度6.8公里，上大震度花莲4级。将近2点钟发生16摆地震，规模为3到4.7。地震计真密集，其中有15件集中伫7点到8点之间。根据统计，为10时开始，最近3天已经发生60件地震。在我们的预期是范围之内。这个余震就是以群震的形式在释放能量，它中间这个停顿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相信已经不会再出现有5以上的余震。当地警消巡视了后，无发现或者是接到灾情通报，按过受地震影响，台铁中地到凤林之间列车拢延误。台铁表示，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行驶，总共7列次，差不多373人旅客受到影响。地质学家表示，地震伤过济，医院爱继续观察，免放轻松。它只要一发生规模5.多的地震，它就会持续在1天之内或2天之内，就有将近10个地震在那边持续发生。这种群震的现象是跟当地的地壳的结构或是断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地震中心表示，地震还会继续1礼拜左右，不过进度已经慢慢转好，加时间也悠长。规模5以上的地震几率是愈来愈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的疫情。讲到疫情爆发到今，针对着病毒对倒来的，也未有完全的定论。真侪国家拢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就要启动第2阶段调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却解释讲，顶一回中国无爱交出资料，无排除这病毒就是对中国的实验室走出来的。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讲，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探到中东、北非一寡所在，若准发生宗教群组，恐惊会更较严重。新冠疫情伫全球咧滚价，到达已经超过年半的时间。世卫组织虽然有派专家小组去中国武汉调查病毒的源头，不过调查的结果大家也是有真侪疑问。重新启动调查的声音是未少。19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因为欠缺疫情爆发初期原始的数据，所以无法度排除病毒是为实验室传出去的可能性。We are asking actually China to be transparent, open, and cooperate, especially on the information raw data that we asked for at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另外一份 WHO 的报告指出，Delta 病毒伫炭烧已经严重损断中东，也有北非地区，而且7月20日，穆斯林的开斋节假期就要到啊，宗教活动的群聚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效果。Donc on a besoin de ravitaillement aussi en oxygène, si possible, parce que l'oxygène, c'est vrai qu'on a des réservoirs, mais à l'heure actuelle et à cause donc du gros
cataclysme qu'on est en train de vivre, les besoins dépassent largement ceux dont on dispose. 另外，美国莫德纳药厂的研究指出，因的疫苗对18岁以下青少年有效。欧洲药品管理局最近嘛当地研究讲，要开放12岁至17岁青少年，互因会当注莫德纳疫苗，上紧后礼拜就会做出决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Delta变种病毒正在吞大全世界，亲像印尼14新增加54500人感染，病例数也超过印度，成做亚洲上界严重所在。有专家表示讲，疫情应该是更较严重，因为体检的数量太过少啊。印尼政府也当咧教民众来注疫苗，不过因的疫苗注射率只有5.5%，看起来是无啥乐观。救护车伫路来来回回，送需要隔离的确诊患者。印尼14新增加54517例确诊，加991人死亡，总共死亡人数已经到69120人，和印尼超过印度变做亚洲新冠疫情的新阵容。死亡增加，和殡葬业者处理赔付，当地民众斗相共恶亡，也个真侪职工去死者厝内斗相共处理后事，也个环境的消毒。Hari pertama yang meninggal laporan hanya 1. Karena mungkin hotline ini belum tersebar. Hari kedua 3, tapi tadi pagi hari ini bisa sampai 7. Jadi memang kondisinya lambat laun naik kondisinya di lapangan. Jadi memang cukup mengkhawatirkan kondisi di Kota Bogor ini. 受到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真侪确诊病人造成印尼的医疗体系强要袂动的。印尼政府正全力替民众注放射。Yang过到目前注射率只kena 5.5%. Kami sudah masuk pada worst case scenario. Yang sudah kami duga kita akan naik di atas. Ya kita berharap jangan lebih daripada 60.000. Karena itu nanti mesti ada perkiraan lain lagi. 专家讲，印尼政府进前无实施严格封锁，也无对确诊者进行疫调，才造成这么付出沉重的代价。像这种情形也发生在缅甸，14有145人死亡，新增加确诊的患者7089人，2项拢创新高。泰国这么有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形，第15新增加98人死亡。受到曼谷周边的巴吞塔尼府，有7个人穿全套的防护装备替死者火化。在东北海的南韩，因为Delta变种病毒扩散。16公布新增加1536件新增加的病例，也综合疫情1年半以来第3高的纪录。连续10天，每天新增加病例数拢超过1000，不过只加增加1例死亡案例。잘 4단계가 돼서 다행이라고 생각해요. 지금 코로나 확진도 많이 나왔고 많이 나왔는데 계속 이대로 가는 것보다는 4단계 돼가지고 조금이라도 줄어드는 게 훨씬 더 낫다고 생각해요. 疫情降未来将要办奥运的日本，东京都第4遍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要求餐饮业者缩短营业时间，并且禁止提供酒类的饮料。另外，日本政府也伫咧网络顶新增加各间店面的防疫评价机制。有餐饮业者不满被针对，认为政府应该先停办奥运。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根据着外国资料显示，埃梅隆雨林被叫做是地球的气泡，却因为大量开垦、气候暖化影响，部分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树仔会当吸收的量啊。空地内底放着真侪插头，另外一边的雨林空地面顶有特养牛甲羊。根据科学杂志《自然》之前发表一份研究显示，静静一动会当吸收41吨二氧化碳，转作氧气释放转去空气内底的地球的气。亚马逊雨林即马东部区域二氧化碳排出量已经超过70量。Se tem invasão de áreas indígenas e unidades de cultivação. E essas vastas áreas devolutas, além do desmatamento dentro das propriedades já legais. 亚马逊雨林因为人为影响，甲17派新民转做农田也是牧场，互雨林控制温度能力下降，嘛减少水的蒸发量，互降雨量得咧减少，造成扩散。加上开荒的时阵，烧拿地拢一直咧增加雨林的碳排放量。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所就来组织研究人员过去到东在亚马逊地区的4个地点进行将近600组的飞行，收集大气内底二氧化碳甲一氧化碳数量的数据，发现这4个地点每一档因为人为引发大火，达到一年排放约1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扣掉核污染吸收的1亿2000万吨，约原有2亿9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出，差不多是泰国一年的排碳量。不过，这个状况并无得到巴西政府的关心。旧派总统波索纳罗电脑看档，开发农务顶利用亚马逊雨林的经济战略来实现过去的竞选承诺。É muito importante que seja mudada a postura do governo, que hoje está favorecendo isso, está com vários projetos de lei, apoiado pelo Executivo também, abrindo ainda mais a legalização dessas invasões. 外国媒体报道，即马嘛有其他研究显示，规个亚马逊雨林到2059年为止，有可能为地球的肺转做排碳区域。调节气候的功能拢总无共款，到时阵会影响规个地球的生态体系运作，卖造成地球继续升温。国际新闻，我是董朋友。搁在7天，东京奥运就特别开幕咯。每一个地点也拢等咧进行最后的演练。这回东京奥运使用人面辨识系统，而且每一个运动员甲工作人员拢有一张无同造假证件，会当真紧来通过检查，避免接触。双手消毒扫描证件，通过安检电工机，若做牌仔内底有地固，都要搁啉一喙，互安检人员来检查。一旦电工机扫描到不明的物件，当学安检人员就要求爱拍开，互人检查。每一个细节拢要做到最高要求，工作人员才当顺利进入每一个场馆。虽然过程麻烦，也毋过当学安检团队训练甲真好。以国际转播中心的安检站做例，拢总有10条安检通道，确保人员检查顺利。同时，过当保持社交距离。对大部分的国外媒体来讲，对这种的安检规格，感觉真满意。Yeah, it's very easy. Yeah, very nice, fast, easy. Could be a little more on the ball. I'm having trouble with my transportation is the only thing because I can't take buses or taxis. But besides that, it's all good. 东京是全球安全城市指标的第1名都市，历史上也毋捌出现过大规模的恐怖攻击。不过，为着奥运会会当顺利来举行，开幕进前的奥运场馆拢一直伫进行维安演习甲部署。除了拄仔看到的安检点以外，包括着警察、消防也甲自卫队，拢全体总动员做伙支援东京奥运。其中连东京附近的警察厅，像立木县甲千叶县，也拢支援东京都，要互维安做甲上安全。台湾媒体看到这种的高规格维安战绩，拢有比赛紧张气氛。不过对香港媒体来讲，因的感受都无共咯。因讲这是因真日常的平常生活。就是很一般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严格，蛮正常的。因为在香港也经常这样安检的，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当学的维安战绩也会根据无共场馆性质有所调整，人员安排部署原来无共。不过上届大无共就是将大规模启用人面辨识系统，结合着防止假造证件，做到安检的时阵相当确认的效果，避免安检人员伤晚近接触运动员也甲媒体，同时也佫会当达成最高的安检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特别开幕咯，所有一寡协助交通的职工临时来退出，主办单位是赶紧补人过去。不过疫情期间爱做的代志是踏踏地地，有记者反映讲真侪问题，主办单位拢无法度随来处理。伫国际转播中心的休困小岛整理物资，为台湾来单选，是东京奥运组委会进前去日本国境大学遴选的第一期工作人员。奥运不太可能在台湾办，所以说能有机会参加还是蛮不错的这样子。我们那一个组是负责就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像是签证、然后班机、食宿等等。会晓讲日本话、华语甲英语，媒体若有问题要问的时阵，单选多元的语言能力就会当用得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提供交通甲相关服务的职工进行小连续退出，所以奥运组委会有派临时人员伫各场馆搬车的站点，还有记者休困的旅馆，引导协助。公车来的时候会有人要上车，然后就是检查一下他们的牌子有没有 TM 2个字，因为只有他们可以上车。那可能公车有时候有出问题的话，就要打电话给负责人，跟他们报告一下。
伫遮尽量甲大家斗3工。亲像早起伫主媒体中心的安检，有记者的记者证，安怎扫都拢感应袂到的情形。伫半点钟内，就随做新的证件予伊。有记者认为讲，到目前为止服务是袂歹，无拄到啥物困难。毋过嘛有人讲，若要摕到伊需要的资讯，都要用袂少时间。今天我尝试就是那个 book 那些场馆，就是去里面我就 email 了去给一个 manager， 然后他就告诉我不是我们啊，是 OBS 另外一个 manager， 然后 OBS 另外一个 manager 就告诉我们是 email 给第一个我 email 的 manager， 所以很多这些沟通上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头一届去奥运做采访的香港记者刘浩庭认为讲，出现问题的时阵，奥运组委会是保留存救的空间，采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对应是真好。不过真侪问题确实是无法度随做解决的。即马就特别开幕啊，加减会烦恼到时的工课敢会受到影响，敢会当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热天时啊，就爱去到基隆看因在地中元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基隆中元节改做线顶举办。不过上届重要的开坎门、迎水灯牌一寡宗教科技会照常举办。不过是无开放民众伫现场参加，民众会当伫线顶收看。伊这就是安尼开啦。基隆六大公庙的人员是还中元祭典开坎门的流程。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有167年历史的基隆中元节活动，虽然会伫8月初8来举办，不过文化局甲各中青会讨论了后，决定按防疫规定来办理。亲像六大公庙开坎门等等的仪式，会采人流管制，而且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文化局会来督导，阮遮会派一寡义工，就是讲分流，就是讲起来。要拜拜，安怎就是分配起来拜啦，分流起来拜啊。当然一切科技是无变啦。所有的祭典仪式，无论是维持3级还是3级降到2级，我们都会以最高的标准来进行今年的中元祭。除了静态民俗科技会持续进行以外，鸣斗灯、放水灯等等动态部分，伫防疫优先的情形之下，会改用车队游行的方式来进行。卖线顶直播无开放民众参加。鸣斗灯甲放水灯的游行，阮用踩伫坐车顶的方式，用车安尼来踩街游行，无讲人敢要行路，袂讲有迄个亲子的关系。为着避免中元节活动造成民众的群聚，基隆市府强调讲，相关的规划会甲指挥中心报备，嘛会落实防疫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有公布上新的统计，讲目前当咧放无薪假的企业有2704间，要到32000人伫咧放无薪假。这款的情形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不过劳动部也讲，有一寡企业因为小可解除封锁，开始恢复营运啊。这放无薪假的状况也会当渐渐的改善。接到订单，虽无用做饮料，虽然疫情已经未解封，不过因为也无开放店来食，互过去人真济的台北西澳市场业者生意无好偌济，继续提供送到厝为人客服务。如果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话，大概还是只剩30%，不管是上班族或住户，其实大部分还是蛮克制的。其实也是有，对，可是大家还是，我觉得幅度还是有限。他连物料都缺货啊，餐盒啊、杯子啊、汤匙、筷子都1包23块，现在都25块了。好事多啊 ，IKEA 又爆发，我们这边更没人了啊。虽然营运的成本提悬，不过考虑到生活，部分店头也是会开门做生意。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台湾实施减班休困的事业单位甲人数，拢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劳动部最新的统计，有2704间事业单位，31980人受影响，人数比顶礼拜加1万人。其中是以住宿甲餐饮业上济，有14000多人伫放无薪假；若是中盘甲零售业有5000多人，支援服务业原有2300多人，拢比顶礼拜较济。持续的还是有一些内用的相关的限制，旅游这个减少，在住宿餐饮业的话，应该是这一波疫情的海啸的第一排。医美、牙科不是很紧急医疗的部分，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导致一部分的实施。前几期实施的天数1个礼拜只有工作1天2天，那这一期的话就看到是说1个礼拜可以工作到2天到3天，这是一个进步。劳动部是讲，短期间内减班休困的情形也会存在，不过未解封了后，我看到一寡新希望，像讲影城恢复营业，也有原先减班休困的天数，大部分是13天至16天，即马缩减为9天至12天，显示部分行业确实有慢慢地恢复。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小可解除封锁了后，就开始民众出外去行打。伫南投溪地乡着民众总入去水道头水墙遐露营，有一寡人唔挂水暗，甚至是甲这个粪扫是拼甲死价。乡长也讲，为着要保护水源地，可能会甲出入口封起来。瀑布的水真大港一直下来，看起来是真水，阁真凉。这是南投县溪地乡大拿村通往水下大山的公林登山口。内底的水道头瀑布是当地重要自来水的源头，也毋过即阵吸收游客伫遮露营、佮煮物件，互当地人是感觉真烦恼。较早有啦，啊你感觉安尼安怎？我都即个人要食算水嘛，袂用对啊。这是阮溪地乡水的源头吼，大溪地地区饮水拢是对遮落去的吼，落去到自来水的水塔以后，再分送哦，阮的乡亲来使用吼。民众反映连续几个拜六礼拜假日，拢发现有吉普车、修路车来到水道头瀑布咧耍，而且游客因讲拢无挂水暗。林务局南投林管处表示，通往水道头瀑布的公林登山口沿途拢经过林班地，提醒民众袂使在森林内底放废弃物，也是有起火露营行为，违反的人会使依照森林法上悬罚60万块。溪地乡公所是无排除封闭出入口，维护水源的清气。假日的时阵吼，咱的森林警察会到现场吼来做巡逻巡逻动作。另外呢，嘛要架设着这个告示牌吼，来呼吁民众非必要唔通对遮来。另外上较要紧的吼，未来如果有必要的时阵，咱的公所嘛会从这个所在吼来做一个围篱吼，避免民众进出安尼。自来水公司讲，监测当地自来水的水质发现无遭受污染，后续会派员来加强巡查。警方是表示已经接到相关的通报，会用车来入人，加违规露营游客，以请县府的卫生局来采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检举讲，高雄凤山肉品市场内面的大头鸡，有人的嘴暗是唔挂好势。农业局昨去到现场稽查，也抓到一个卖肉的头鸡。经过调查讲，伊已经唔是头一届违反规定啊，限制伊就要休困3天。另外，伫台北市有一对翁仔某家己塞车出门，伫咧车顶甲嘴暗丢落来要啉水，警方看到了后，甲伊叫来开罚单，罚伊3000块。警方摕手机要录影，讲是要保护家己的权益。想袂到罚单煞变做是15000块，到底是爱罚偌济呢？这是爱由地方卫生局来做认定的。好，这个要这口罩啊，口罩住。15号暗时，农业局又搁来到高雄凤山肉品市场稽查，因为这又搁互民众检举有人无挂好喙暗。外面我认为说还 OK 啊，外面只要里面的话就是以前掌握相当的。民众甲喙暗揪到下海，搁近距离甲人开讲，就是安尼较防休来检举。但凤山肉品市场顶个月才因为外包厂商的员工无挂好喙暗，互开7张罚单。这位民众嘛是其中之一，伊收到2张的罚单，但是即届又搁互告发，等于连续3届违规，嘛互农业局要求伊要停业3天。违规3次的这个业者，然后农业局已经要求勒令这个业者停止营业3日不得进入市场。先睇下咩？直接看下咩？伫台北嘛有民众开车载太太出去，2个人伫车顶甲喙暗起来啉水，互环境发现来开罚。民众指控伊家己用手机来录影，环境说甲罚金，为每一个人本来3000块，提悬到15000。2人以上同车就应佩戴口罩。助理员警当场说明，罚款3000至15000元。派出所回应，原警有伫现场说明罚金的范围，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要由市警察局来认定。不过，嘛有提醒过当人伫咧执勤的时阵，要有同理心，较袂引起着争议。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台北报道。目前咱各县市拢伫咧拼疫苗的注射率，真像这个南投煞因为疫苗剩伤过济，煞引起政党伫咧讨论。县政府也赶紧发39000张的通知单出去，希望叫民众赶紧来注。那讲到中华的部分是惊讲政党拢来排队会造成群聚，就用生时一过的方式甲民众分时段，民众也反映讲真好。你等一下要先量体温哦，谢谢。中华7月16开始，连续6天要来注 AZ 疫苗，注射站透早就出现人阵。中华用生日分流的方式，反应是袂歹。57年2月20啊。啊，所以你时间是当时啦，爱几点来？我跟你讲。8点半到9点半。赞。哪个？这样刚刚好，不会太多人。啊，不然呢？不然以前是怎样？太多人不好，危险哈。中华上大的注射站，一日会当注1000人，平均1点钟通注200人。
为着避免民众上早来等造成群聚，中华用生日的月份来做分流。那约9点到10点要注射，1月份到3月份出世的人，会使9点10分到9点29；4月份到6月份出世的人，就通伫9点20到9点30分来，用这款方式来做分流。那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人潮聚集，减少现场的一个群聚，那减少民众的一个担心。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能够配合我们以生日分流的一个做法。分流不错啊，比较不会人挤人呐，防疫做得比较好。中华惊人伤济变做群聚，南投是惊无人来住。南投阁剩37755支疫苗，剩的比例有40.7%，是全国上济。官府表示，最近已经发出39163张注射通知单，望会当提升注射率。不用排队，也不用风吹雨打日晒哈，那这样子也可以避免群聚哈。那所以我们诸多的一个考量哈，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施打的时间稍微延长。会惊，听人讲会惊。听人讲会惊哦。对啊。所以唔敢做啦哈。即摆有啊，祝贺啊。祝贺啊。对，我来祝贺啊。南投县府表示，进前注射率较低，和人口老化和农业社会形态有关系。不过，即马是有信心，伫7月22进前做完春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对2012年开始有正式的外送平台，即马南航的酷胖也要入来到台湾的市场，目前正在试营运。美我豆啊，像那些假的外送员伫咧仓库出入，现场拢无看板，看外送的箱仔，才知影是南韩电商的龙头 Q 胖原来已经来台湾啦。主要替人客送菜色、鱼肉，也搁有生活用品。即马暂时伫咧台北市中山区市场反映。其实它有一部分是想要透过它的这个外送平台的方式来测试它是否在台湾继续生根，来做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试水温的一个方式。分析师表示 ，Q 胖未来若要成功打入国内电商市场，物流配送的稳定度、店头合作的数量、路订系统敢好操作，也搁有敢卖出特色商品，拢是观察的重点。其实国内对疫情爆发较大，外送需求向增加2成多。5月中以罐头、泡面、民生类也搁有防疫物资为主，到6月转向对牛奶、菜色甲果子的需求。也若食食部分，除了钱的。像咸酥鸡、素食连锁店、甲手吃茶以外，还有这项真受欢迎。健康餐盒啦，或是比较是健康类的一些食物，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外送平台也表示，疫情影响民众食食的习惯，像食饭的时间有延后，也较讲究食面就爱较机卡等等。不管说落来疫情安怎发展，台湾民众是愈来愈挂靠外送平台，这市场也互业界人士看好会继续增加。记者民政李孝凯台北报道。疫情唔但影响到屏东甲台南的山野，亲像高雄六股的金峰山野，同款是受到冲击。外销订单减少，国内介绍减去年一半。农民表示讲，今年佫当着可换山野较细粒，若无中半要来收，农民佫无家己通路，这山野唔知是要卖互啥人。往年拢5粒、6粒足济，今年足少，拢7粒、8粒。这一箱一箱的山野拢是准备要出货，仓库阁有差不多100外箱的山野等咧运。今年普遍山野较细粒，阁拄着疫情，销路大受影响。农民讲，今年拍卖平均1公斤30块，计销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有来收，但是有的人袂接受的啊。啊，就批3摆啊，今年也保平安就好啊。这疫情的关系嘛介大呢，系啊。阮是做网络的吼，一寡人来订的较好销。产销班班长苏文良今年拢靠老客户，历久真侪农民袂晓网络甲厝配，山野唔知影要卖互啥人。尤其历久金峰山野，往年有9成拢外销，去年外销240栋，今年可能会落4成。外销的部分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船班上有一些就是像叫不到货柜，
就往加拿大的部分了。那加拿大就是我们现在就改走空运这样子。那可是陆续像新加坡，我们今年就出了非常多。六股积金红的面积有650公顷，是高雄上大的产地。看到民众抢买屏东邦山甲台南的山野，六股的农民足心酸。加在即马农会甲市府斗相共，甲农民上山野透过网络甲厝配销售，希望渡过疫情难关。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承德县的德东正在进行停车场工程，就民众发现讲有人偷载建筑的废弃物去内面偷盗。环保局推荐讲，这内面有50多栋的建筑事业废弃物，也已经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啦。对着嫌犯的脚步来到工地，地区内底会使看到互人偷盗的建筑废弃物。黑色布棚砍掉的拢是柴壳、砖仔角、粪扫等等的废弃物。负责再来偷盗的司机讲，是另外一位姓刘的查甫人委托伊处理的。有黄姓大货车司机受那个刘姓男子的委托，协助载运房屋拆除所生之废弃物至空地倾倒。全案警方会同环保人员依法现场搜证，并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地检署侦办。环保局得到通报，嘛来到现场勘查，把表面的土挖开了后。抓算有50多栋的建筑废弃物，里面它就很多是类似像建筑拆除业会有的废弃物，那还有像什么废床垫啊、废木材、废 PVC 管、废帆布，还有什么玻璃、砖瓦这些保丽龙这些，还有很多的那个生活垃圾都埋在底下。警方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把案件移送地检署侦办。涉嫌者落尾若是互人起诉，而且判刑确定。会当关1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各上悬1500万的罚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4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